2024年10月4號，我差啲喺海度浸死，但最後我救返我自己。嗰日嘅中午，我去咗做義工，幫子龍老師影一啲慈善活動嘅花絮。同時嗰一日亦都係我媽媽嘅生日，我好想夜晚同佢慶祝。做完義工，男朋友帶我去烏溪沙玩滑水，佢好輕鬆咁示範咗一次，但係我唔熟水性，連點樣剎掣、點樣轉彎都唔識。我本身好驚，但係佢鼓勵我試下突破自己。結果一出去就失控，滑板直衝向公海，眼前有嚿石頭衝過嚟，我逼住跳板，成個人跌咗落海。我喺水上面不停掙扎，越掙扎越驚，周圍一個人都冇。最後我停低，合埋眼，做咗3次深呼吸。我發現原來我冇沉落去，反而浮喺水度。我開始喺腦入邊想象有隻船向我駛過嚟，有人救返我上岸。第一次唔夠力，我再諗多次，仲加多2個漁夫。唔夠1分鐘，遠處真係有人聲，有隻快艇向我過嚟。我大嗌：救命啊！佢哋見到我就救我上船，送我返岸邊。上到岸，我塊面同個鼻流晒血，好痛。但我冇去醫院，我用靈氣自己療癒自己，足足7日，完全康復，冇留疤。呢件事話俾我聽，當你唔再掙扎，當你真心相信自己會得救，宇宙會回應你。如果你而家正面對緊恐懼、傷害或者一個你覺得走唔出嘅困局，停一停，合埋眼，做3次深呼吸，然後喺心入邊清清楚楚咁想象你安全、你康復、你返到屋企嘅畫面，唔好只係希望，要成為嗰個已經得救嘅自己。如果你都想學靈氣，或者想我幫你療癒，留言靈氣2個字，我同你分享我點樣由地獄行返出嚟啊！我係海莉。